哦，你看，台风丹纳斯把那个，你看，大榕树给摧毁了，连锯那个大榕树的树头都要锯很久，已经整理2个礼拜左右了。7月7号丹纳斯台风吹到，哦，这个你看，台糖换受布了，前面这边你看都铺水泥地了，就那个有没有铁杆啊？附近，啊。给住了哦，然后那个整理2个礼拜多了，7月7号到今天7月20号了，今天21号了吧？哦，我要吊那个榕树的树头，都要锯很久，处理很久，树头很粗呢，哦，要很多人抱呢，你看。哦，这个都是学问的，用吊车来吊那个大榕树的树头，北边那一棵大榕树也都倒，这一棵比较大。哦，然后这边你看，假日礼拜6还是礼拜天都有开那个小火车的到柳营仁和村，台湾民谣大师叫吴进伟的家那边的音乐博物馆。完了，平常日有那个5分车啦，5分车开放车厢的。坐到柳营八翁村、肉龙区那边看乳牛。哦，台糖呢，前面那个叫台糖金刚呢。哦，南边有那中山堂有举办那个商展卖东西。到南边就右转了。哦，路上左右边有看到日本式的古王子，那比较右边比较中间的地方。南光中学。